来关心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0.3%，市场即马关心中央银行敢会升利息。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表示，通货膨胀会增加，主要是受进前风台影响。中央银行会阁继续观察。若外界是问讲，咱台湾升利息敢已经结束啊？伊是表示应该也袂。另外，中央银行的业务报告内底嘛，会当看到讲，咱的外汇存底投资组合内底即马有甲利息借款列入去，嘛定出逐年5%成长率的目标。金融政策不安，为了确保安全甲流通，中央银行超前部署，要甲利息借款纳入外汇存底。总裁杨金龙在今日的反应表示，央行重视利息借款支持的永续发展，已经定逐年外汇存底利息借款要以逐年有5%的成长目标。是不是超前布局，要将这个绿色债券来纳入？这个外汇存底每年增加5%，它的成长率了，所以我们第一年已经是达到了增加率是20%，第二年2022年呢，已经将近14%，2023年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已经增加到将近是23%。初期主计总处发布10月 CPI 年增率，为9月份的2.93%扩大到3.05%，冲破3%，创下9个月以来新高。国内央行深受可能国债相关利息压制，因为美国联准会已经连续2届拢对相关利息打动啊，不过也是保留相关利息的选项。台湾相关利息卡步敢已经结束啊，总裁杨金龙无甲话讲白。我们也还是有保留了应该是还没有结束，只是说像美国啦、英国啦，还有欧元区啦，还有其他的那个加拿大、澳大利亚，他们呢都已经是几乎是到达最高点了。那台湾呢，基本上呢，因为我们通膨率也慢慢在下降，现在到12月中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。杨金龙表示，目前台湾通货膨胀比其他国家算温和，10月通膨率较悬，主要是因为风台，会当阁观察一段时间。但是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测，咱国今年经济成长率无法度保一，伊认为以央行预估今年 GDP 的成长率会伫1%至1.5%，凸显有形翘悬，而且明年出口会慢慢转好，经济成长率的表现会比今年较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